谢咱今日妇女团体的献诗吼。来，咱要来亲近上帝话进前，请咱同心来祈祷。即成个月，我感谢有这个福气，对你稳定，我能当组织做伙三甲来亲近你的母，求你的圣神亲身教示，帮助阮听会明白，帮助阮有这个气力行做出来，互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一部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真特别，照咱的经课表，咱今日的经文是启示录第1章。伊是一个算是批内面那甲启示录当作一张批的话，批内面的问安尔吼。第1章的第4节到第8节。第8，我甲号做是现在伫地、早伫地、将来伫地。咱等者好好来解说这个所在吼。启示录第1章的第4节开始，一开始就讲约翰寄批互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吼。可以来请教我。按一下，好，7个教会哦，亚细亚哦，小亚细亚是伫什么所在哦？伫即摆的土耳其哦，这个7个教会多好拢是伫地中海的边啊吼，土耳其哦，靠地中海的边啊，伊的排列，照搁刷咧，安尼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来，约翰来伫讲话来顺序来看哦。会从那个海边的以弗所教会开始吼，往顺时针往上，那个往下吼，7间教会。是安怎会选择这7间教会吼？没有什么一个学者吼，拢无一个共识吼。不过会当理解就是讲，一定是约翰甲这个7个教会有较深的结连。这个7个教会代表什么意思？有人甲解说吼，讲代表是教会历史内面的7个时间、7个时段吼，教会的一个形象吼。其实这是无啥正确的解说啦。较好的解说是讲7，各位兄弟，7是啥意思？7伫圣经内面完全吼，完全的吼，所以这个教会应该是代表所有的教会吼，所有的教会。因这个教会有无同款的面对的情形，有无同款家己的问题吼。伫启示录内面，耶稣基督叫约翰写批互这7个教会吼，有侪的责备、鼓励吼，甲应允。这个7个教会，敢若2间教会无互骂着尔吼，只有2间教会没有被骂到，其他5间吼都骂到惨头。这7个教会问题，其实是代表咱所有教会会去面对的问题，会去产生的问题吼。好，伊就讲在写批互7个教会，一开始讲愿恁得到稳定、恩惠甲平安。好，我按一下，按2下。愿恁得到恩惠甲平安吼。这吼是所有伫新约咱看到的吼。伫批条一开始的问安拢会去写着，就是2个吼，一个是恩惠，一个是平安吼。恩惠是啥物意思吼？恩惠是啥物意思？恩惠哪用？咱即马英文的意思就是 grace 吼，来恩惠。恩惠伊的意思其实就是礼物啦，礼物。各位兄弟，我若送你一个礼物吼，就代表讲吼，这毋是你做啥物好代志，对我有啥物好处，我较互你即个物件。这礼物意思就是白白安那，白白互你的，才是礼物啦。吼，我若送你一个物件，你该爱送我一个物件，迄就叫做啥物？迄叫做交换啦。那不叫礼物吼。
礼物的意思就是白白得来的哈。啊，这常常无论是保罗的批、彼得写的批、约翰写的批，还是讲启示录，哦，拢是用这款的问安吼，愿恩惠平安，哦，你们可以领受得到，会当得到吼。啊，那平安，平安不是咱台湾人咧讲迄个平安无事迄个平安吼，咱俩咧讲啊，咱若无啥物恶当当的代志吼，无出啥物意外，就是平安对无？啊，咱常常会互相请讲平安平安，就是讲你无破病吼，无去挠着骹啦吼，哦，拢食甲饱饱吼，水水安尼叫做平安吼，毋是，哦，小拢伫犹太人的文化的概念，毋是即个意思，伊是咧表现讲你的性命因为有上帝甲你伫地，有圣神甲你同在，一个足完全、足完整即款的状态，叫做平安。安尼来解说来比较，咱就知影，咱台湾人咧讲的平安，就爱因为环境安那，咱的环境若足平顺，无拄着歹的代志，咱就会讲咱是平安对无？是毋是？啊，毋过犹太人的概念毋是安尼，犹太人的平安毋是因为伊的环境足平顺足好，犹太人的平安是因为上帝甲伊伫地。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就准讲即马足无顺利，发生车祸、破病，甚至是掠去互关伫迄个集中营，只要是上帝甲伊伫地，伊迄个时阵拢会当讲什么？沙龙，拢永远是平安。哦，这是所有伫新约内面写批，拢会看到的这两字：恩惠甲平安。啊来，就有较特别的所在啊吼。伊讲即个稳定甲平安是对对来，对对来，来看下去吼。为三一上帝吼，就是对天父上帝、对圣神上帝、对圣囝上帝吼。这是一个足特别的写法。你可能无讲啊，三一上帝有啥物特别？咱来去看保罗的批吼。哦，伫新约圣经内面13卷吼，啊看彼得写的批，啊甲约翰其他写的批，当然咱发现，若是咧讲愿恩惠平安，哦，临到你们，啊要对对来，迄个源头是伊会写啥物人？会对上帝甲啥物？甲啥？敢若会写对上帝甲耶稣基督。袂去讲到圣神啦，吼，敢若启示录特别去提到圣神吼，所以我讲这是一个独特而工整吼的问安语吼，因为伊有去讲到三一上帝吼，所以既然伊讲即个稳定甲平安是对天父上帝、对圣囝上帝、对圣神上帝吼，正做一个源头所来的吼，安尼我慢慢解说。我先要跳过吼，我先要跳过天父上帝，这是咱今日的主题吼。咱先为圣神上帝来解说吼。伫伊的写法，伫约翰伫启示录的写法，伊是写7灵吼，好7个神吼。所以圣神有几个？啊，咱是几圣神安尼吼？你看写7个灵，他为什么写7个神？你又看到7了。7是啥物意思？完全吼，好，按一下，它就是要表明讲，哇，这圣神是完全大有气力，哦，完全又完美的吼，哦，7灵吼，就是讲，这个恩惠甲平安是对完全的圣神所来的吼。请咱卖介绍顺济，因为经文甲重点放伫耶稣基督，好，来看下去，耶稣基督。伊讲伊有介绍3个特质来做耶稣基督的介绍。伊讲，这个是信息最见解，吼，诚实的，吼，他是做诚实的 witness， 诚实的见证人。各位兄弟，耶稣基督哪家最迄个证人？他在做谁的见证？甲啥人做见证？耶稣基督哪家最是 witness？加做证人，是为什么人做者？
上帝嘛，吼，没有怀疑吼。然后讲啊，这个证人，这个为上帝作证的，伊是对安那？对死个活，注意看，伊甲加两字，加倒两字。大生呢，啊，伊是对死大生个活吼，无讲无大记。那甲你讲一个大生，就代表安那？啊，伊第一个嘛吼，伊第一个个活，啊，若有第一个个活，就是佫有第二个，佫有第三个。啊，张咧讲啥物人？后壁，伊是耶稣基督是大生个活，啊，其他是啥物？啥物人？啥物人个活？我，就是恁啊，就是咱啊，吼，咱嘛是对耶稣基督同款，咱嘛会个活吼。哦，这伊是介完整的讲法，吼，对死大生个活的，吼，啊来咧，伊要作为世上王的元首，吼，他要成为万王之王，吼，伊是安尼来甲解说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吼，啊来呢，搁来，伊做啥物代志？来，他做什么？伊讲这位基督耶稣是听咱的。啊，搁来咧，伊是用伊的宝血，互咱得到讨伐。啊，伊搁互咱成做啥物？一个国度，成做一群的祭司。哦，啥物意思？哦，伊听咱各位兄弟吼，这个基督若是做诚实的上帝的见证，伊大身对死个活，伊成做万王的王，甲一定甲咱有关系？那敢若讲安尼尔，一定甲咱有关系？无啊，无一定啊。所以佮介绍落去，讲即个万王的王，伊安那？伊听咱，伊用伊的宝血来讨放所有的人，伊佮甲咱成做一个国度，成做一群的祭司。看下这，我们现在是活在理性主义时代以后的人18世纪19世纪初理性主义，就叫做现代主义的特色，就是盖清澈、抬高个人的地位啦，人啊，我是介重要，我的理性是很重要。他们哥在不要怀疑，在这个之前讲群体是介重要。伫上帝的眼中，咱唔是干那一个基督徒，其实咱是啥物？一群伊的百姓，称作是国度，一个国度，一群伊的百姓，绝对不是单数的但是一群他的百姓。啊，这群伊的百姓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叫做祭司。伫古早伫犹太人因的祭司啊，有祭司的出现，因为人无法度直接面对上帝，人无法度甲上帝当头对面，有接触，甲会当靠啥物人？靠祭司，靠祭司甲你主持你的献礼顶，你祭米的献礼，敢若是祭司会当徛伫人甲上帝的中间，啊，毋过无共款啦，对耶稣基督以后无共款，咱互耶稣基督，互咱成做一群，上帝的百姓不只是安尼，咱一群是祭司，啊，上尾讲一句来，讲看，伊好水啊，伊要降临徛迄个云。御云而行徛迄个云，众人拢要看见伊，因为伊来提靠哀哭是安怎会看到会靠？讲兄弟，咱看到若耶稣来，伊是会笑还是会靠？即摆讲是看若耶稣来啊，你看若耶稣会是会笑会靠啦？毋着甲我回答一下，你会笑？你哪来的自信你看耶稣基督即摆降临你是会笑还是会哭啦？会着惊还是讲你看来遐早，我着日子还袂过了各位兄弟，当然是欢喜啦，毋过伊是安讲哀哭这是甲悔改有关系啦，
悔改啦，吼，这人面对这位上帝吼，拢爱悔改，吼，拢爱悔改。伊用安尼来介绍这个耶稣基督，吼，甲咱做亲，诚做咱的兄弟，用伊的宝血啊，甲咱赎回这个耶稣基督。啊，毋过今日我把主题要放伫献俾上帝。咱转来看第4节，愿恁得到稳定平安，对迄个现在之地。永远现在之地、早之地、将来安那也之地的迄位上帝吼。甲第8节嘛是安尼来描写上帝，伊是讲主上帝讲，我是阿尔法，我是安那欧米伽。我们按下去吼，是现在之地、早之地、将来之地，是全能者。等于讲第4节到第8节讲2解，现在之地、早之地、将来之地。伊讲我是阿尔法，我是安那欧米伽。哦，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讲法哦。犹太人伊伫旧约的时阵哦，咧描写耶和华上帝是讲我是阿咧，哦，迄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哦，我是道，哦，道是上尾啊一个字母。犹太人希伯来的字母敢若22个尔，哎，英文几个字母？我说个名。英文26个字母，英文26个字母希伯来文22个字母，希腊文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来咧，epsilon、zeta、贝塔，一直落去，一共24个英文字母不，希腊文的字母24个，上尾是啥物？欧米伽吼。毋是讲咧袂标啦，上尾啊是欧米伽，欧米伽是 O 啦吼，的英文字母的 O， 小写就是像一个 W， 是 O。就讲我是第一个字母，我嘛是安那，上尾啊字母就是讲我是上大声的，我嘛是安那，上以后的吼，上最后尾，上后尾，上落尾怪怪。那应该先科系，我科上尾啊。好了，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啦，吼，就是讲我是全部的意思啦，吼，这该好解说。毋过迄句话，咱的台语的翻译是正确的，咱台语的翻译是我是现在之地、早之地、将来之地。这款的讲法怪怪，因为咱较习惯的讲法是啥物？我们比较习惯的讲法，应该是安那早之地、现在之地，安那以后将来嘛之地。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哈，不过这是错误的翻译哈，因为伫希腊文圣经内面，它的顺序真的是写什么？伊是现在之地放伫头前，早之地，来是以后之地吼。我慢慢甲咱解说一下吼，来看下一个。若是咧讲早之地、现在之地、以后之地，这个叫做时间的3重语法哈。这不是犹太人发明哈，这个在希腊的国度里面哈，这咋都拢安尼讲嘛哈。引起欧迄个碑文哈，欧那个石碑哈，有发现，伊嘛是安尼来形容，希腊人嘛是赶快安尼来形容迄个宙斯啦，迄个 Zeus 上知无？哦，迄个。就是因迄个希腊人的玉皇大帝啦，咱汉人上大的主神这一位，你唔知哦？我袂记是你拢基督徒。民间宗教迄上大迄先就是玉皇大帝啦吼。那希腊人上大迄先就是啥？宙斯哈。他们去挖那个碑文，发现说，他们怎么讲？他说宙斯是啥物？是早之地。现在之地，以后永远之地吼，佫嘛有描写讲吼，这个宙斯就是过去、甲现在、甲将来会安那，全部加起来，所以这个是很普遍伫宗教，大家宗教拢会去讲到的吼。来按下去就是咧讲，早之地、现在之地、以后永远之地。
这是在描述这个生命是永存，而且是超越时间的限制，是永存的。这个概念伫最宗教拢有吼。啊，不过注意啊，约翰伊的讲法唔是安尼，伊是讲啊，现在伫地，早伫地，以后永远伫地。来按下去，他是说今在、昔在、以后永在。这唔是对这希腊文化所出来的讲法哦，其实约翰伊的讲法是为对造出来，为出来去出埃及记第3章第14节。我安尼讲，你敢知倒一位？伫西奈山的时阵，西奈山、西奈山的时阵上帝摩西来启示家己摩西问上帝：“你是啥物名？你的名是？你叫啥物名？”啊，上帝安怎讲？和本的翻译翻得很美和本翻什么？我是什么？自由拥有。啊，你敢知影咱台语安怎讲？我是安那？自然而然这两个翻译都很好。什么叫自然而然？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安尼好，你听起来你会想象啥意思？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台语无好的问，您都不爱甲我回答。你们台语人，你听着讲上帝讲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你的想象是什么意思？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什么意思啦？我就是安尼啦。我觉得他翻得很好和本是翻这什么？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其实伊原文拢无遐尼复杂的观念啦。也我讲，我是啦，我是啦，摩西你听无你讲啥？其实重点就是说，我是我啦。问遐济我就是安那，我就是我，所以就是我是的意思啦。这个我是伫迄个希腊人伫迄个希伯来人的历史的变迁按一下到这个我是的观念变成今在，什么意思？他到底讲的讲宙斯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只是要表示它的存在，对不？只是表示它的存在嘛，伊存在。伊这高，伊这大，伊是永远存在，跟你有关系不？非常对，宙斯永远存在，跟你有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不过当旧约希伯来人的经验是，这位上帝是我是的上帝的时阵，这个我是的上帝要做啥物代志？这个我是的上帝叫摩西做啥物代志？吃饱去困是不？什么事不理我这个我是的上帝，伊叫摩西去做啥物代志？去带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嘛，意思就是说，去带本来伫埃及做啥物？奴隶人要互伊得到讨访，所以伫以色列人传统的经验内面，这位永存的上帝是有作为的上帝，是因的得到讨访的上帝，有了解无？伊要甲讲这个因的概念是讲，这个上帝是跟他们的自由得到讨访有关系的上帝，所以他很强调那个今在，今嘛要安那，要有作为的上帝啦。所以伫犹太人的想法是，今在放伫头前现在伫地放伫头前，就是现在就要实现拯救至于上帝是现在就要实现拯救，来按下去。按回来是的。最后一句，这个上帝是伫人类历史
有行动的那个上帝啦。哦，伊唔是刚刚在描述迄个上帝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上帝，超乎时间限制的上帝，唔是咧讲这尔。哦，伫犹太人咧讲迄个我是我就是我的迄个上帝，是现在就要有行动，要实行拯救的迄个上帝。啊，约翰在写早伫地，现在伫地，以后永远伫地，他又写了不一样，他又突破了犹太人的盲场。无共款的所在，来，你来吼，你若是讲今在、昔在、以后永在，英文的翻译就是讲 he 啦吼 ，who was he is， 啊那以前呢，就变成 who 啊那 was 对不？啊那将来呢，的 who 啊那 who will be， 这英文知道吧？可以理解哈。好，然后再按下去，我们就把它换成宙斯好了。好，不是宙斯，我们来看约翰怎么写。约翰不是写说 who is、who was、who will be， 好，约翰呐也写法呐翻成英文是翻这 who is、who was and who 呐 who is to come。你若要甲翻译吼，意思上面很像啦，就是迄个将来啊要来的一位啦，那个将要来临的那一位啦。他跟以前其他的人写法不一样，其他的人是写以后永远存在，啊，不过约翰的写法是写什么？将要什么？来临的那一位吼，各位兄弟，我要甲恁讲，对无共款吼，来按下去吼。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那个约翰的写法是要理解成昔在、今在，然后呢，将要再临吼。这是什么款的想法吼？德国有一个神学家，我有写伫咱今日周报的封面吼，叫做莫特曼。他写以下一本册叫做《上帝的来临》吼，来临中的上帝吼。伊有讲一个这水的想法，互咱做参考。伊讲这位上帝吼，若是早伫地，现在伫地，以后永远伫地，这款的想法吼，这个上帝是在你的掌握之中的啦。什么意思？就是讲这位上帝吼，因过是安尼，即马安那是安尼。啊，以后咧，嘛是安尼，你会当预测呗？你能不能预测这个上帝？可以呀、他以前给我5块，现在也给我什么5块，将来是怎么样？给我5块。哎，知影意思无啦？我要表达的意思有没有清楚？就是讲，当你的想法是想讲，这个上帝早安尼，现在安尼，以后嘛安那，嘛是会安尼。他是一个你会当安那，你可以掌握的上帝了。啊，不过若是描写成这个上帝早安尼，现在安尼，啊，不过吼，以后是一个 is to come 将临的上帝吼，方向就不一样了。以前是认为说以后这样，以前这样。现在这样，未来这样，是一条线出去的，对不？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是一条线，从过去到未来一条线出去的。啊，不过你若讲这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要安那再临是变早伫地，现在伫地，啊，到将来是迎面而来啊。知影意思无？我不晓得能不能表达清楚，迄是一个感觉，吼，唔是艺术尔，迄是一个感觉，吼，就是讲伊唔是过去、现在、将来这个方向，伊是过去、现在啊，怎啊？将来是为迄边行过来。各位兄弟 ，is to come 的感觉，将要再临的感觉，是你无法度通掌握的，知影意思无？伊是你安那？
行来的吼。伊会行来甲你扇一个喙皮，也是行来甲你斟一个，你唔知影吼。准过伊演过甲你斟一个，即摆甲你斟一个，伊将来为你面头前来，可能甲你拔一个。好，各位同志，我要讲的是，这个上帝是你没有办法掌握预测的上帝。好，这个是莫特曼讲的未来的优先性。未来吼是上重要的。哦，你无法度把握的。你敢若会通望尔，你只能去盼望它。啊，这个盼望会真做我们思维上面的一个大的改变。咱汉人吼，拢受到民间宗教甲佛教的影响足大，所以咱会认为讲，咱的现在是啥物会造成的？咱即马即个款是啥物时阵造成的？过去嘛，好，过去发生的事情，我过去做个决定，互我即马成做即世人，对无？是毋是啊？我过去就食伤济巧克力啊，所以我即马巴肚一坑啦，吼！各位兄弟姐妹，在汉人的思维内面，现在是由什么决定的？过去决定的，未来是由什么决定的？现在决定。偏偏伫咱基督教的信仰，唔是安尼想啦。基督教的信仰莫特曼他提醒，他讲你的现在是当时会甲你决定，未来会甲你决定啊。你讲未来就未发生，是安怎未来要决定我的现在？因为你的未来是你的愿望啦。是你的盼望，各位兄弟，我即摆若望讲，明年这个时阵徛伫你面头前，我要减10公斤。我刚称我的体重，你们猜几公斤？我自己都吓到了，给你们猜，快点啦，回答我。上面80，你讲行啊？我既然有74公斤了，惊死啦！我的标准体重是64公斤啦，踢掉啊！我就说怎么样？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变成多少？64公斤，讲完就算了，对不？讲完就算了，明年会不会变64？不会啊！讲完以后，从今天开始怎么样？那要怎么减？运动。节食，袂当去食巧克力，这真正上重。还有啥？爱喝柠檬水，爱记得。各位兄弟，我为着我迄个愿望，我的愿望是啥物？明年变做安怎？64公斤，我有一个清楚的愿望伫遐，所以我的生活改变，为当时开始，我从现在就开始改变了，有无？所以是什么决定你的现在？各位兄弟，什么决定你的现在啦？未来啊！你相信什么会？你愿望什么会？你即马就开始安那会改变啦。各位兄弟，你听我咧讲啥无？我用台语讲，我就做无把握。你相信你的未来是什么会？你的现在就会怎么样？就会做出改变。好，所以莫特曼会讲这水一个愿望底下，伊讲你相信你的愿望伫未来会成做什么款的人，你现在你就开始改变。不只是安尼，你的未来，你的盼望，阁有互你一个气力，你会当回头重新去解说你的过去。我有讲清楚吗？未来，互你有气力，会当改变你的现在；未来嘛，互你有气力，一个重新会当去解说，当去看所以我了解啊，过去是安怎上帝互这件代志发生伫我的心中。你可以重新的去诠释你的过去，完全是因为你对你的未来有愿望。上好，各位兄弟，这是一个提醒。上好，你对你未来的愿望是甲上帝有关系的。
是甲上帝伫你的生命的计划是有关系，知无？安尼的话，你真正就为对细神来的快乐，你会当为今日为现在开始改变。你嘛有迄个能力会当回头看过去的时阵，你会当甲过去做一个另外一款属灵、属伫上帝眼光的解说。所以各位兄弟，你完全毋免惊，你毋免惊讲你过去是啥物款的人。今日咱有两位兄弟要洗礼，你毋通互你的过去来甲你安那限制。你讲我过去就是拢安怎，所以我即摆吼做袂来，毋是。你即摆做会来，做袂来，是决定伫你对未来的生活愿望。各位兄弟，咱的未来的愿望，甲咱的上帝有关系无？有无啦？咱拢会伫上帝讲，是毋是啦？是毋是啦？是，咱若拢会伫上帝讲，你若真正有即个愿望，你为当时开始改变，为即摆就开始改变。你即马就爱真做上帝国的百姓的迄个款式。你上帝国若是公义的，你即马就是安那公义，是毋是？上帝国若是主爱，你即马就安那主爱。上帝国若是食菜，你即马就安那开始食菜啊，欢乐啊！所以咱只好啊祈祷上帝国的时阵，毋是食菜，有肉通食吼。那上帝国人拢食菜，咱即马就爱开始练习什么？食菜呢，安尼是麻烦。各位兄弟，一个概念伫遐，你的愿望是啥物货？你即马开始就安那，开始就转变啦。所以咱拢抑阁有机会，各位兄弟，咱即马有新的两位兄弟，伊说咧，真做上帝国的百姓，伊对即马开始，伊要训练伊的生命，伊要训练因的生命，会当亲像伫上帝国内面过生活的日子。毋是等咱死后的代志，是为对开始，为当时开始，为即马开始。我嘛是要问各位兄弟，你已经洗礼遮久啊？各位兄弟，你已经真做基督徒偌久啊？偌久啊啦？哈，圣言指数偌久啊？啊，10几档啊？啊，才有20几档、30几档、40几档，几若10档呢？咱有去练习训练咱的生命，真做咱的迄个愿望的款式无？咱若伤过笨蛋，也是叫袂记，无要紧。为当时开始，为现在开始，各位兄弟，这个上帝是现在伫地的上帝，这个上帝是甲咱的过去有关系的上帝，啊，这个上帝是咱愿望的上帝，咱的未来。甲伊深深结连，对咱的现在开始，好无？无人要插我，好啦，哦，我讲你听伊就好啊。为咱的现在的开始，咱每一个人要转变，要转换，因为咱的愿望，咱的未来是足水、足完全，知影甲上帝有结连的，有无啦？你有这个愿望无？各位兄弟？有啦。64公斤对无？咱同心来祈祷。各位兄弟，咱伫上帝面头前，要真正甲现在放伫伊面头前，知影咱对以后的愿望，甲伊有结连，咱即马就画出来。阿爸，上帝，阮深深欢喜伫你面头前，不但是为阮的过去献上阮的感谢，嘛要做清楚。宣告讲，我伫未来，阮的愿望是确定的，是甲你有关系，是甲你伫阮的生命的大计划是结连的。所以阿爸爸上帝，赏赐阮快乐，阮现在就要做出转换，阮现在就要开始改变，阮现在就已经要过迄个亲像已经是伫上帝国内面的生活。求你教阮伫地，现在就教阮伫地，你是迄个现在伫地的上帝，帮助阮，无论阮即摆的情况是安怎，阮可能是伫生命的低潮，阮可能是做不准，
可能是一个做伤心的时阵，嘛有可能阮即马平平无事，即马做欢喜，做兴奋。无论安怎，阿爸爸教阮伫地，你是现在教阮伫地上帝，帮助阮每一个现在拢改变。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真正是欢喜，祝所